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基督， Terima kasih untuk Yesus Kristus. 那有这么美好的天气， Ila hawo pa ini na to makapa hai na ini. 让小弟能够来到嘉宾教会， 我说话也好，这里头呢，嘉宾可能要修改。数一数，我5年都没有来有嘉宾教会。首先好的，还是另外一个，在那个在两位。潘世明传道还在我们那边3年。 基本上面啊，传道好多，哎呀，季节传道2年，还有1个礼拜就第2年了。我那平时下面嘛还挺好的，我在这里还好，没那个。数一数有将近5年了。首先好的，嘛，咱们在那位。感谢主耶稣基督。咱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还好，不过你我们接什么，咱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工作了，开车，工作，我们早上一起来，身体非常的健全。我们继续下午的安息生日。我们用黑板上的题目。 审判的威严。早上我们晚上在我们三星教会。他谈到人生啊。这么的短暂，很短暂。甚至于心肌梗塞的很多。尤其是冬天啊。以及我们的血管都会萎缩。我们都要保重。还有1个星期就要过年了。求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 审判的威严。这个题目呢是2个星期之前，有一个外教会的耶和华教会，他做到各部落来去发传单。因为我们也是很佩服他们的精神。 可是呢，我们教会也有走出去。其次呢，我们不敢走出去。为什么？就问自己啦。因为他讲的呢，他们讲的什么呢？他说审判的威严。 他们能够提到这样的将来我们人所要面对的结局。更何况我们正教会。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所要面对的？他其实又在讲。 他说：“享受人生在这个地上。”他说啊，生命永远居住在这个地上。他好像这个题目好像在洗脑呢。他说要享受人生啊。 他又说生命永远在这个地上。我就矛盾了。我们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神创造亚当夏娃。神吹在亚当的鼻孔里。 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生命是神赏赐的。我就问他，2位姐妹啊，我们的生命永远在这个地上举手吗？他说慢慢来。
他说不要急。아까 자로 가면 我就摩顿啊。 나도 그거 하래. 他说不要急，慢慢来。 마마오도라도 두 개를 써내. 我说既然你讲这样，我来跟你讲。 나한테 와서에서 하는 거자고 뭐. 生命是神给我们的。 어린다고 하는 까고 사고법이야. 我们人生永远不在这个地上。 애인들이 가까운스라서. 将来也是要回家。 将来我하방면까지다. 这个肉体回到尘土。 오늘 어린 나타나는 나타나기 뛰어오고. 这个灵命呢，要回到主耶稣那里。 레는이 다 하는 애 와서 아방면이 다 민호가 될 제사와. 我就跟他讲这样。 하나 가서 뭐. 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아니, 니네 어디가고 다니 하라. 지금이 안 가고 있어서. 我说现在我想要知道啊。 네가 와서 만만하게 보더니 하던 놈. 我当如何能够得救啊？ 사만은 놈 아무 기띵가고 싸. 他说你不要急。 그래서 쇼. 我已经快要80岁了呢。 나중에 뭐라도 바로 뵙자라고. 你说慢慢来。 아니, 어쨌든 하나님 사람. 我走了就没有机会了。 어떻게 비가요? 我就跟他讲这样。 하나가 와서 또. 他说你不要急了。 아까 저랑 가면. 哇，我们要怎么想啊？ 사만은 사람. 我们的人生啊。 어린 놈도 하오니. 就这样吗？ 하여튼 살아있어. 不是呢，宗教信仰 오늘 소교宗教는 있다고 신고는 있다고 都有共同的目标啊。 이라의 하원이 하트나는 있다고 뭐고 해요? 所追求的是什么？ 우마는 그게 살리하는 있다서. 更何况我们是教会， 거기다 하는데 소리 날 뒤돌아서. 所以追求的是得救啊， 오늘 하나야 거기다 하고 생각이 띵하는 不 사람. 只是得救， 오 아가기 띵하다니만. 免下地狱的刑罚。 이진이 하원이 이학사의 방 하원 치고. 我们能够免下这样的地狱的刑罚。 살아도 하고 이라 하고 이진이 치고 가는 애 학사의 방. 人生啊，生老必死， 어린다고 하는데 뭐만 비슷하게 있어. 又是像什么？又是像什么？ 산만의 학이라. 人人都是有意识啊， 정상방에 하고 일을 하고 받아요. 我们逃不过啊。 저 뭐말이었습니까 받아요. 我在田主他那个协助灵恩会的时候， 이때는 하고는 벤츠하고 니 바사마가 또리 온가요. 就是今年的， 아니 니 아메산 有一个慕道者， 이래 저 하고 교도시. 他在慕道很久了， 아르비나이도 하고라 비교도. 他们田主教会说这个阿公慕道很久了， 오늘 디스크가 다니브라미다 교회 아르비나이도 아니. 他聚会完的时候， 마그니슈가 하고 他就问我。 이래 하고 있어야 되면 这个阿公为什么要问呢？传道有2个在那边不问， 또 사이도 딩부셔야 잘 있잖아. 이제 하고 我都不懂。 아 제가 한 번만 나가고 어디서 과등하고. 因为他说有天国有地狱吗？ 무슨 소리라는 일이 있어야 되고 나는 이래 띵고 이래 안 这 찍고. 个阿公讲得很严重啊。 하등에 하등은 플러스하고. 如果是我回家我又下来，我可以讲啊。 아니 하등놈하고 말이로 누가 가고 받고 가고. 那我们就可以讲啊。 아이다 봤어. 我有看到天国，我有看到地狱啊。 만나이 먹고 띵고 만나야고. 我怎么告诉他？ 하나 봤어. 我就跟这个阿公讲。 하나 봤어. 你说他来教会， 아니 말 아리스타니 교회 하고. 传道会告诉你， 이라 하고 우리 보수하는 뒤에서. 你多看圣经， 말 아리스타니 세시. 你就会了解。 뭐만 있어. 等一下他所答复的，我们会看到。 누가 다른 데나 하고 말하고. 我就用这个章节告诉这个阿公了。 하나고 아리 파사는 그냥 많이 세시고. 所以这个阿公说很积极的想要知道。 그래서 하고 자가 다고서 받더니 하고 잠깐만 나와. 所以我说你慕道这么久了， 아르비나이 그비서 하고 你并了解嘛？ 나이도 실수하서. 我跟他说我是了解啊， 아니 뭐 나이 가고. 我想知道 가고 잠깐만 나오고 막 그래. 我们人生啊，将来要回到哪里？ 어린 땅으로 시골에 와서 따라서. 哇，你到这一所教会受洗受圣灵，你就会知道。 대리시드나 신기교회 발신이 있어. 왜냐 수세야 我 뭐라 就 있어. 对阿公这么说了。 하나부자고.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了。 그런 또 하면서 또 대목. 我们请翻开圣经。 이거 안 넣으세요. 但以理书， 다니엘쇼. 但以理书第7章， 다니엘쇼. 단 하나쇼. 但以理书7章的第9节， 다니엘쇼. 7章9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横骨，当场在着，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准洁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像
和发出侍奉的有谦谦，在他面前致力的有旺旺。他坐着要行审判，案件都展开了。阿门。这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定要旧约学习嘛，第三一定。当时耶稣还没有到世上的时候，早在等你是个了好几什么，就显现给这个但以理看，能做好嘛？现在开始把现在看你将来必成的事，以后以后嘛什么现在的事，你那什么都被呈现出来。现在开始好，我们再看启示录，不是喽，启示录第20章，你去修。启示录20章，不过是说你去修11节就写，一直到15节，来了就不是11节一直到15节，就不是这个章节非常的长。那谁不懂你好？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我刚才好像你在上面，在但以理书所记载的，那么说了一句，你看你说好的，旧约有，新约也有，一定旧约好，马上看新约好嘛？因为启示录是最后。什么好东西都看。将来必成的事都会显现出来。将来我妈妈上那好一点，马达斯卡。将来我们人，将来会到长大。都写在这个启示录上。既然说好嘛，在启示第11节里面所读的，这些差不多说。我又看见一个洁白大宝座，为了我们好个宝座上的。坐在上面的，一定是那个刚。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不然说好为，我们就没有看见这个地上了。我他妈能在好那了弄，圣经所记载的，我他妈比赛比些修，将来这个天地神都要毁坏掉。你修来我那，是那还能来还多了，没还好，我们这也看不见了。我懂，可是呢？耶和华教他们所解释的，你告诉我，耶和华教他们来感谢他的，新天新地永远就在这个地上。那么还他们呢？没还是那个神要改变这个全世界，这个反正告诉我们谁改？我们人永远就住在这个地上，唯独神的儿女就在这个地上存留。所以耶和华教都会让我们来去矛盾他所解释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章节了。第12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是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件都敞开了，并且有另一前展开，就是生命册上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刚才但以理书我们念了，案件都敞开了。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它有2个案件，照着个人所行的，就按照这个来做，神都要审判我们。这里又说，就是生命册上死了的人，所以神要审判，他有2个案件都排在他的面前里面。在第13节里面，我们就省略掉。在下半段里面，他们都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跳到15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就用这个2个章节来对答这个耶和华教这个2个姐妹。我跟他讲了，我不是说我很聪明，我们用圣经的话来去分享，你所知道的告诉我，我所知道的来告诉你，因为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就如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3节所解释的。
你就一直到23节。就当节我们非常的熟悉，那谁告诉你还往哪？唯独遵循我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啊。不是俺好没说主，我也是绍兴的告诉他又说我也是传道啊。你来不听这些？我又有传道啊，传福音啊。要不我也不可能还告诉你还是搞？行其异能啊。你说哎呀，不那么多。为什么主耶稣还不认识我们？我那找个把他接受了。因为我们不遵循神的话。什么时候会入给他都绍兴？我就跟他们讲这些。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呢？什么没带下过你？他刚才我说了。对吧？说你会说你。下次我带来我再告诉你。这个答案等你说。我每次的问答他都这样的告诉我。你要说你再怎么不好，可是呢，你干嘛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这么久了，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又是什么？就是要追求得救啊！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圣经，明明都摆在我们的眼前。翻开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1章，耶利米书21章第8节，耶利米书21章第8节，耶利米书第8章第21章8节，一直到9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死亡的路跟生命的路都摆在我们面前。现在我们所要选择的是哪一条路呢？既然我们信主了，我们的信仰呢？我们是摆在哪里？也许我们在这个矛盾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的目标不正确，没有把信仰执守起来，会走上这个死亡的路啊！这个耶利米所记载的，是神的话语。他说：“看呐，我将生命的路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们所要选择的是什么？哪一条路呢？我们想想看，我们大家都已经受洗了，归入神的名下了。我们相信我是神的儿女啊。这个观念是不会错的。可是呢，我们想想看，为什么圣经会告诉我们，没有信心，有行为也是死的。有信心，行为没有也是死的。这句话是倒扁了。我们有信心啊，每天都来教会啊，都遵守神的话语啊，祷告啊，祈求神啊。可是呢，我们一出去呢，一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又摆在哪里呢？我们想想看，我也是在问我自己啊，我的行为是死的吗？还是活的？我有信心啊，我有听道理啊。可是呢，你这个行为，还比外邦人还不好的话，不是死的吗？所谓将来神的案件都摆在他的面前。我们读了。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我们生命册上都有我们的名字。可是还有另一件呢。我们想想看，既然我们名字都是生命册上有名字，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离弃了正道。请翻开希伯来书
第6章，希伯来书第6章第6章呢，第4节一直到第6节。第6節、第4節，希伯来书希伯來書第4章4章呢，第4節第6節。4節第6節。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賞個天恩的滋味，又與聖靈有份，並賞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全能的人。第6節，若是離棄真理，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從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阿們。我們每一個人都領受神的恩典啊，都已經嘗過這樣的滋味。若是故意離棄了真道，到時候我們都來不及了。剛才我們想了，那就是我們的行為是死的了，那就非常的可怕啊。可怕到哪里？若是落在神的手里，落在神的手里，这是很可怕了。我们想想看，我们不是说信主就好了，就是很安全啦，我可以得救了，这是我们的观念，真的是没有错啊。可是呢，将来神的审判要从哪里？也是我们全人类啊，更何况是我们真教会。彼得前书第4章，彼得前书第4章第17节，4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要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的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阿们。审判要从我们家起手。神的家里是谁？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我们想想圣经的话，所以要审判都要从我们家起手。我已经锁住了吗？我已经遵守了吗？所以这个观点我们都要牢记在心中。真的，将来刚才这个阿公所讲的，他说有天国有地狱吗？真的，这个天国是地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请看圣经，马可福音第9章，马可福音第9章48节，马可福音9章48节，在那里从事不死的，我是不灭的。那里从事不死的，从事不死的，从是不死的，从是不会死的，我是不灭的。我们也没有看过啊，圣经都描述告诉我。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20章11节一直到15节，来针对他们所看见的，我们教会里面的信徒所看见的，神给他异象，神给他看天国与地狱。使徒行传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
使徒行传第2章，你秀。第2章的第17节，你秀了就那些。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阿们。圣经告诉我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刚才我们所读的，将来生命册上有我们的名字，另一件展开了，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这个阿公住院的时候，他在住院已经将近1个多月。医生告诉他，你可以回家休养了。阿公就回家了。因为小孩子都不在身边。因为都在工作啊。这个阿公傍晚在洗澡的时候，因为瓷砖不是死滑的。所以这个阿公一不小心，他洗澡好穿衣服之后呢，要走出去的时候滑倒。所以我们的意思我们都要注意。都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自己来滑倒。这是最危险的。这个阿公就是这样。他在滑倒当时呢，他就昏迷了。他就不晓得了。他在昏迷的当中，神就给他看异梦。2个天使从这个2个肩膀就飞到天上，就起到一直飞，飞到天空的时候，神就给他看了，他要进到一个大门的时候，一进到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镜子，他一进到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你到你的身体。不说我他的衣服穿的洁白的。就天使告诉他，你往底下看。阿公往底下看的时候，他的衣裳是洁白的，可是脚底下是黑的。衣服的脚底呀，是黑的。天使也没告诉他。就往这个阿公说，你看看，你衣服下面是黑的。后来天使就告诉他，就往前走。结果阿公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审判台，非常的大，非常的洁白。中间坐着一个白发的人。因为他头发非常洁白又长，他的全身都是白的。结果阿公往前走的时候，在审判的人就点他的名字，他就点到我的名字讲，这个阿公就喊哟啊，可是这个阿公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他一直拍手，为什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另外一简单又再翻开，他一直翻，就翻到我的名字。他又点名了，他怎么告诉我？他怎么告诉我这样？你这个弟兄啊，你平时没有来聚会，你很硬心呐，
啊，他这里过了最少。传道负责人到你家来访问的时候，我听说下午去你家带了买生的，你始终不来教会，这个带你去教会，你不祷告，教会多了。你的行为，为了让你说，你就像外邦人一样。啥可能这么厉害去？哇，他说阿公，我那时候他说我就怕了这样。难道阿公好咋了讲你讲？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行为？我那么怕那个怎样那个？他说他怎么知道我在喝酒？我那个我那个都他怎么知道我嚼槟榔？我那个也出来个话给你。我们看看，能真的？我们逃不了。我们没有隐藏的地方，什么那么是没得逃啊？这都是显然一见的事情。那好个啥的，还是发现了说。你以为他看不到？完了，这个好了，可能主耶稣都看见了我们。那你什么？所以圣经我们还没有说就知道了。找个消息怎么去就不来吃啊？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你今天好辛苦了，没找谁帮你？我们要逃过吗？我也是在说。我们想想看。啊，对的呢。这个阿公他在见证的时候，阿公好比，见证。每一个人都鸡皮疙瘩。那个是阿公好。为什么？我哪对了？紧张又怕。讲要一起了。为什么会怕？这是受在你妈的了。会面向这个地狱的心法。蛮子好嘛，当然我记得好多次。谁帮我去过？我们想想看。我们永远就会亲手在这个地上吗？一定是个跟他说说。没有。再有钱的人，比一种的人，我们永远还是会离开这个地上。我没呀，是不是？后来就阿公怎么见证了？那个是阿公的。没有回答，违背的心啊！我们没有理由，我们没有适当的理由。哎呀，不是这样子的啦，我没有这样子啦，没有机会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在我们活的时候就有机会了。我们想想看，不是吗？我们世上所有痛苦，我们可以离开呀，我们都可以避开呀。将来神的心法，我们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后来天使就告诉他：哎呀，阿公啊，我带你去看地狱。两个天使间头上，我看到这个火湖啊，不是火，火湖，就像这个我们有去台中日月潭，然后我们都看到这个湖啊，这个湖都是火啊，我看见里面爱屋及乌的人，他的声音听得非常的可怕，在那边哀哀叫，声音都是叫。都圣灵啊！好，我们去看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1章第13节。你们只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我先解释这个。好，我们已经听到了真理。所以我们就要相信啊！既然相信了，我们就受洗啊，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是什么？要为印记啊！好，第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没有写说得天国的凭据，没有。我们想想看，为什么圣经没有详细的写出来？直接就讲就好了。哦，圣灵是我们得天国的基业。没有写。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7章。马太福音第7章21节，
反称呼我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循我旨意天父的人才有进去。为什么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唯独遵循我旨意的人，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啊！既然我们领受了圣灵，有了基业的凭据啊，可是我们的行为若是死的，祈祷了圣灵有什么用呢？既然是为印记，只有进这个门。可是呢，神要审判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做圣工，违背神的真理。我们还不是要到这个地狱里面呢？我们想想看，我们将来这个阿公呢？他说我不想看了，叫天使说把我离开呀。后来天使说。我给你看天国，这个两个天使就牵着走啊。他走到这上，那个路很小，旁边都在这个花在唱诗啊，里面黄金碧玉啊。阿公说啊，我不想离开这里，这里真好。我在这里就好了，我不回家了。阿公，他的想法，我说我永远在这边就好了，我不要再回家了。天使怎么回事他呢？阿公，你的衣服没有洁白，还有黑的。他说你没有资格。我们想想看，天使说你没有资格。若是天使说你还没有机会到这里，他说你没有资格，那怎么办？若是我们呢？天使跟我们讲这样，若是当天这个阿公被神取走他的灵魂，我们想想看，他的灵魂在哪里？是地狱吗？天国吗？我们是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保证说我能够得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相信呢？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积极了。保住我们自己的灵命。在座的每位同仁就是我从这个耶和华这个两个姐妹所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只知道说审判的威严，他就给我这个主题啊，让我自己被圣灵感动。我一直在我要怎么样才去了解，来让我自己知道神的话语，将来才不会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拿什么换生命呢？有一个弟兄，他是读国中的，他每天要到学校的时候，他要去学校的时候都要经过教会来祷告。每天都是这样子。在他的祷告的当中，有一次神给他看异象，很多人都说才对，有一个人在审判，一个一个的就是掉下来。为什么会掉下来？没有审问他，没有给他审问，就直接掉下来了。我们想想看，神都不要审判啦，唯独我们
神的儿女他要审判。你是不是遵行了？一个一个的掉下来。啊，这个脚垫你一直看后面是他的爸爸妈妈。快要临到的时候，他的这个脚垫就很紧张了。他也是在祷告啊。哎呀，等一下轮到我的爸爸妈妈了。哇，他的结果是什么？哦，他一直紧张嘛。来祷告求主怜悯啊。他要到他的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小弟就问传道。刚才我在祷告的当中，神给我一项，是这样子的。传道就带隔天传道跟负责人到他的家里，去他的家访问。其意识到的父母亲不来教会，不去进教会，只有这个小朋友很殷勤啊，都来到教会。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在外面工作，就像外邦人一样。传道就跟他讲了，之后呢，就像浪子回头一样。若是真的这样子掉下来，若是没有神给他提醒的话，一定要这样吗？在平时我们听道理，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悔改啊。主耶稣说悔改啊，悔吧。回来吧，回来吧。我们想想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少人？在这个一年的当中，我们所收获的是什么？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知道啊。或者是你碰到的什么，不好也好啊，顺利也好啊，我们全家人画个圆圈，圆满。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累，也是很苦，我们坚持就好。或是你在这个一年当中很富有，或是贫穷啊，什么都好了，只要我们平安就好，不是吗？平安最重要啊。最主要的是什么？主要感恩的心啊，感谢天上的父神，能够保守我们这一年的当中，我们奋斗了一生，俗话说带不走嘛，真的会带不走。只要我们努力引起工作，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很容易怎么样？会烦恼啊！不要追求的太多，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累坏呀，是不是？对呀，不要追求太多。我们的心里累了，休息吧。人累了就身体累了，就放轻松。最主要就是感恩的心，来回报主耶稣在这个一年的当中，我们刚才所听的审判的威严，将来我们所要去面对的，愿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当中，在生活信仰，求主耶稣保守我们。也许我们过去的不好的新的一年，愿主耶稣的恩典恩上加恩，利上加恩，利上加利，一切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唱诗208首。
你要都得下去办。再过一星期多的时间，我们就过元旦了。在这些日子里，求主耶稣保守我们。其次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在他的工作上，在职场上，耶稣能够帮助他们。其次呢，为他们的信仰祷告。只有我们老人家要为我们儿女来祷告，让他的信仰能够持守。我们就这样的心，感恩的心，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跪下来祷告。